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2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路得记第3章第1节到13节，第4章13节到22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17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妇人之责。许多人都误解了基督信仰是反复的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基督对妇人有许多的批判，但是这样的批判并不是耶稣基督才开始的。是的，整本圣经其实都在提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其实那不是反复，而是提醒领受上帝恩典的妇人应该要尽的责任。基督徒不能为富不仁，富有的人需要有使命、有呼召，明白上帝差遣的旨意，要实践新的诫命当中所说的爱人如己。我们有看到尾生拿俄米以及上帝的路德，他所遇到富有之人波阿斯。波阿斯是一位富有又有爱心的人。路得记第3章第1节到13节，第4章13节到22节，我们看到路得记的记载。有一天，拿俄米对路得说：“女儿，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，好使你有个归宿。记得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你曾经跟他的女工一起工作。听我说，今晚他会在禾场上播麦子。你去洗澡，擦点香水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然后到禾场去。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你在那里，要等他吃完了，喝够了，要看准他躺的地方，他睡着了，你就去掀开被子，躺在他脚边。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。路得回答：“你说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”于是路得到禾场去，照着她婆婆告诉她的做了。波阿斯吃完了，喝够了，心情愉快，就到麦堆旁躺下睡了。路得悄悄地走过去，掀开被子，躺在他的脚边。到了半夜，波阿斯忽然醒了，转过身来，惊奇地发现有个女人睡在他的脚边，就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先生，我是路得，你的婢女，你是我的至亲，有义务照顾我，请你娶我。”波阿斯说：“愿上主赐福给你。从前你对婆婆忠诚，现在你对已故的丈夫家庭更忠诚。你大可以去找个年轻人，不管他是有钱没钱，你却没有这样做。路得，不要担心，你要求什么，我都会替你办到。因为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子，我的确是你的至亲，对你有义务，但是另外有一个人比我更亲。今晚你留在这里，明早我们看他愿不愿意对你尽至亲的义务。如果他愿意，那很好；如果他不愿意，我对着永生的上主发誓，我一定尽这样的义务。现在你只管躺下，留在这里，直到天亮。”于是波阿斯第4章13节，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，与他同房。上主赐福他，他就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城里的妇女对拿俄米说：“赞美上主，他今天给了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当中有声望。你的媳妇爱你，为你所做的比7个儿子所做的还多。现在他给你生了一个孙子，这孙子将带给你新的活力，给你安享晚年。”拿俄米接过这个孩子，紧抱着他，
抚养他。邻居的妇女给这孩子取名叫俄贝德。他们争相告诉每一个人说，拿俄米得了一个儿子呢。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。从法勒斯到大卫的家谱是这样的：法勒斯、希斯伦、兰、亚米拿达、拿顺、撒门、波阿斯、俄贝德、耶西和大卫。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教导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清楚的概念。当中的24节呢，就直接挑明了富有的人的责任。路加福音第6章17节到26节，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的教导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无论是贫穷或是富有，那个爱人才是诫命的重点。只不过是当人富有的时候，更不能忘记上帝的恩典与诫命。耶稣和门徒一起下了山，他和许多门徒一起站在平地上，拥挤的群众也从犹太各地、耶路撒冷和沿海城市泰尔、西顿等地集合在那里，要听他讲道，也盼望他治好他们的疾病。那些被污灵缠绕的也来了，并且得到医治。大家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发出，也治好了他们。耶稣基督转向他的门徒，对他们说：贫穷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们是上帝国的子民。现在饥饿的人多么的有福啊！因为你们要得到饱足。现在哭泣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们将要欢笑。为了人子的缘故，有人怀恨你们，弃绝你们，侮辱你们，把你们当作邪恶的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从前他们的祖先也是这样对待先知。在那日子，你们要欢欣雀跃，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。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感谢主赐恩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以主的诫命做生活的准则，让我们能够看重爱人如己的诫命，来将福音与周边的人分享，荣耀上主的圣名。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